我應唔應該轉工？我幾時有財運行啊？呢個係咪我真命天子呢？當你迷茫嘅時間，係咪好想高人指點一下呢？機會嚟啦，朋友！透過我哋 MyTV Super 收睇 TVB Plus 82台嘅直播零接觸，喺 chat room 裏面留低你哋想問嘅問題。如果被抽中嘅話咧，我哋就會直接交俾奇門遁甲師傅張心芬或者塔羅占卜師羅永嫻為你解答嘅。仲有我哋嘅堪輿學家浩雲師傅，每個禮拜俾大家一個開運貼士。只要逢星期六登入 MyTV Super 直播零接觸嘅師傅點算呢個專區，就可以睇到師傅每個禮拜為大家指點迷津同埋算你條命嘅片段㗎啦！有咩奇難雜症、頭暈身興啊？一邊睇節目一邊留言，想開運就係打2隻字咁簡單。師傅想問下預算唔多，但係想為咗小朋友移民，唔知英國好啲咧，定係去澳洲讀書好啲咧？因為好擔心嗱。澳洲讀書移民咧，咁你都要使筆錢喎，都係經濟預算唔多喎。唔緊要，我兩邊同你睇咗啦。嗱，我先解釋咗兩邊先啦嚇。英國咧，因為個門檻低啲，所以咧你哋而家嘅錢咧去到係足夠，而且而家去到咧只係需要解決呢個住嘅問題咧，小朋友咧就馬上可以翻學噶啦。咁因為你係唔需要去特登要讀書攞 visa， 變咗你可以抽個人出嚟咧睇下翻咗學嘅時候有冇啲咩工作可以做啦。咁當然因為佢生活費貴啦喺翻度，但係依我所睇咧，就如果去英國嘅話咧，就會係疲憊不堪，咁亦都有機會咧係同另一半咧係有 argue 嘅，即係有啲拗撬嘅，所以一定要傾掂數先好去啊。好啦，喺澳洲嘅喎，因為嗰個 argue 有機會係另一個有屋企人嘅，所以你一定傾掂數先啦。好啦，喺澳洲嘅喎，澳洲咧雖然感覺上嗰個天氣好啲啊，但係你係三心兩意嘅。同埋咧，你咧澳洲咧都未傾掂數。嗱，同埋好多嘢煩啊，好多嘢要決定啊，令到你咧最近好煩惱，因為澳洲咧令你煩惱會多啲，可能你仲要揀埋科讀或者係要好多 quick 嘢啦嚇。嗱，如果咧第一兩個牌咧就英國係好啲嘅，去到澳洲咧嗰個咧呢一張咧我叫倒吊之人，再加無怨無悔嘅付出，你嘅付出，你嘅要顧住小朋友感受，再加埋自己派，我覺得嗰個付出太大啦。我睇牌就係英國好啲嘅，咁為咗小朋友讀書啊，祝你好運。Hello， 大家好，我係張心芬師傅啊，又到咧直播零接觸喎。嗱，今次咧有個觀眾咧我求救，不過咧有少少我唔係睇得好明，我試下估下佢想點先嚇。呢個觀眾咧就叫做 Travis Shaw， 咁佢咧就話佢係個管理階層啦，咁一向咧都比較係努力啦，好勤奮，好勤力做嘢嘅喎。咁但係近呢幾年咧就7年到啦，就開始覺得咧自己做嘅嘢就開始浮浮沉沉啦，慢慢又變得好似每況愈下，走緊下坡喎咁。搞到自己咧近呢幾年咧仲變得咧心灰意冷啦，咁就希望咧就向我哋求助，同埋希望師傅幫到佢啦。咁呢條題目裏邊咧，我有少少唔係好
清楚咧，其實你想問我乜嘢？究竟你想幫事業啊、幫運氣啊，定係幫財運？嗱，奇門遁甲裏邊有啲嘢咧就比較奇怪嘅，係需要咧你講得比較清楚少少咧，咁先至可以俾到一個咧較為實質嘅方案你嘅喎。嗱，我試下估啦嚇，既然你裏邊講咗即係做嘢嗰方面啦，咁我就喺做嘢嘅角度同你講啦。嗱，其實你而家嘅浮浮沉沉，甚至乎你心灰意冷啊、無心戀戰咧，去到幾時先至會叫做完結會好翻咧？就要去到2026年。冇錯啦，咁即係仲有2年時間咧，你先至可以咧就係個事業咧再行翻上去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我就希望你倒不如就忍耐一下啦。同埋好多時我哋講啦當個人運滯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做啲乜嘢咧？除咗努力工作啦繼續俾心機做嘢之外咧，仲可以咧俾少少時間去學下其他嘢喎。嗱，唔一定要同做嘢有關嘅喎。係可以咧，完全同做嘢冇關係嘅。你不妨考慮一下呢一個方法。而個盤式裏邊都講咗啦，你不如就係暫時放低你嘅執念，去做下第二啲嘢，諗下第二啲嘢，或者甚至乎真係學下第二啲嘢，完全同工作冇關係嘅。咁去度過呢2年，話唔定之後，你有好大嘅收穫嘅喎，不妨試下。